自從2008年3月我喺蘇格蘭遇上車禍之後，跟住運送咗返嚟香港，喺瑪麗醫院要做多一次開頸嘅手術，留院半個月之後，送咗去麥理浩康復中心做康復。我去到中心第2日，屋企人就幫我請咗個私家看護。我仲好記得當日嘅日子係6月2號，由嗰日開始，我同阿姨嘅緣分就直到而家足足17年啦。恭喜你哋成為2025年親愛表揚嘅得主，簡單介紹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係路向會員 Debbie 郭佩文。大家好，我係照顧文文17年嘅姨姨。咁阿姨平時點樣照顧你㗎？喺麥理浩？平時佢朝早8點鐘到夜晚8點鐘就負責照顧我嘅。咁每日我望住個天花板嘅時候，我就喺度等阿姨買嘢俾我食。同埋會覺得有阿姨喺度幫我，我會覺得有安全感。返工嗰陣時，第一日見到阿郭佩文，有咩感想啊？我頭一日返工見到佢咧，就係成身咧真係冇乜力氣嘅，完全都係靠人照顧嘅，就係咁啦。阿佩文就日日都好期待阿姨嘅出現嘅喎，應該。係啊，喺麥理浩呢8個月內咧，佢咧不停咁樣陪我做物理治療啦、職業治療啦，由去見證我由一嚿豆腐變成一個結結實實嘅我咯。阿姨因為年紀開始大，所以唔能夠日日嚟照顧我，但係佢應承過我，佢會得閒嚟幫我手。總之工人放假嘅話，咁你就話俾我聽邊一日，咁我就 mark 定嗰一日嘅日子，咁就過嚟頂工咁樣咯。跟住佢就會買定早餐啊，跟住等我食啊，跟住夜晚嗰餐佢又請埋我食啊，係啊，好似真係無私奉獻咁樣。係啊，姨姨啊，咁點解你都一直咁樣繼續義務咁協助阿佩文呢？嗰啲就係愛心啦，再加上我就當佢自己屋企人一樣，當親人一樣。我由出事到而家係得佢一個睇到我點樣起起落落，由嚿豆腐開始變成而家即係可以坐喺身。自己行翻出嚟，係即係屋企人都睇唔到，係佢一個人睇到我成長咯，叫做。17年嚟咧，阿姨除咗陪我喊同埋笑之外，仲有好多身體上嘅護理。佢亦都唔怕辛苦，堅持幫我每日沖2次涼。目的除咗想我乾淨之外，佢仲想我啲筋腱鬆弛啲，咁我可以瞓得好啲，咁我舒服啲。佢幫我訓練咗好多工人，佢亦都教咗我啲工人點樣照顧我日常生活同埋需要，例如點樣扶抱啦、剪指甲啦、沖涼啦同埋餵食。而家每逢工人放假，我都期待佢嚟我屋企照顧我，因為每次沖涼嘅時候，我都覺得自己好似去咗寵物美容中心一樣。阿姨會不停問我個頭你邊度痕啊？呢度有咩唔舒服啊？跟住就幫我洗得好乾淨，跟住佢仲會幫我剪腳指甲，因為連工人姐姐都唔敢幫我處理反甲呢個問題。啲情緒啊，大小姐啊咁嗰啲。佢
佢經常有㗎啦，呢啲間中又會有呢啲咁。邊有啫？醫好開玩笑㗎啦，我哋就係有聽叫發泄啦，咁啊再加上咩，等佢發泄齊啊，舒緩佢，把自己放開啲，開開心心咁。想做咩咧就做咩，有咩追求啊，有咩夢想啊，去做啊，堅強一啲咯，就係咁咯。佢知道我係一個好缺乏安全感嘅人，知道我最驚俾人拋棄同埋嫌棄。除咗屋企人之外，佢係唯一一個唔會離棄我嘅人。咁多年嚟，佢陪我傾心事同埋鼓勵我，感激我遇到一個有愛有善良，只有不停付出不求回報嘅大好人。阿姨 ，I love you。當初你記唔記得我問你，你有咩屋企人最想表揚嘅？你二話不說就話姨姨。其實姨姨就好似你嘅親人咁樣，無私奉獻。你而家有咩嘢對住姨姨講啊？多謝你一直以嚟都咁照顧我，係啊，同埋咁多年都不離不棄，喺我有難嘅時候，你兩肋插刀咁嚟幫我，同埋好難得一個咁好心嘅人，嚟照顧我，覺得係上天賜俾我嘅一個禮物咯，係啊。多謝你咁信任我啦，咁喺以後咧你要繼續開開心心，想做咩咧就大膽去做。最緊要你長命百歲，最緊要就係你唔好死先過我，呢樣嘢最緊要，因為你死先過我咧，我就冇晒安全感咧，肯定唔會啦，我就會覺得好孤獨噶啦。我一定會長命嘅，一定要照顧你，你又一樣長命，係啊，大家開開心心啦。大家開開心心，係啊，錫啖姨姨啦。姨姨錫啖你啦，你一諗啦。